镜头所登的台湾，日前面册的卖种专业有到一张图片，是11个检察官的相片甲姓名，因拢是侦办金华城8案的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，而且这个图片的面顶阁写命罪命刑，就是欠人命的罪务，就要用性命来刑，这已经卡到威胁恐吓，警方开始来侦办。阿公已经找到做图的人了，伊是一个工程师，伊讲伊只有制图合成，并无写恐吓的字。伊讲伊会做这个图片是个人的政治立场，同时嘛要来抗议着司法的不公不义。抱走囝身处流浪，伊就是涉嫌制作合成图，甲北检检察官恐吓姓地工程师，伊昨暝互警方送到北检复讯。要不要澄清一下？小心后面，小心后面。面对记者的问题，拢未回应。侦讯了后，伊涉犯恐吓罪，甲违反个资法，方认为有交传甲再犯的可能，互检方申请羁押禁见。受到讨论的就是这张图，电管整理过来为侦办金华城案检察官的名字甲相片。姓地工程师伫潘金星因某过身了后，制作检察官的合成图。电管写，大家都爱将因的面甲因的名字记落来。因发着讨论后，伊身体被众专业讲，这一切拢是伊个人的行为，甲民众都无关系。落尾佮破出帮因法官合成图，伊讲伊敢若甲相片甲做伙，无加做毁假或者是恐吓的意思。呼吁社会各界尊重司法程序，静待法院依法作出判决，切勿以散布恐吓、污蔑或煽动仇恨等猎污行为，破坏司法独立与公信。姓地查甫人伫内湖做资深工程师，伊个是并且卖种专业，卖因台式民主的版主。伊讲这个是因为伊个人的政治立场，制作合成图是要抗议司法的不公不义。平常时伊个人的社群拢是千人相片，不过这摆竟然牵涉到恐吓的案件，红依法上班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